大力，哎，师母。孩子啊，这次我无论如何也让你得到一个灌顶。走到你师傅面前去。哎，师母，太谢谢您了。走，走吧。哎，这次我该得到一个灌顶了。我独自一个人修了这样的碉楼，没有人帮我搬一块拳头那么大的石头，也没有人帮我添一勺土一勺水。这回我一定能得到灌顶。大力，你坐在灌顶法席上，你有什么灌顶供养？上师，我为您的公子修了碉房，上师也曾经许诺传授灌顶和教授给我了，所以我坐在这里啊。你这人也太猖狂了！你修建了像古馆那么大的小房子，怎么能求得我不顾生命危险，受尽苦难从印度得来的甘露般的法药？如果有供养，你拿出来；如果没有供养，就不要坐在甚深密教的灌顶法席上。看，上师，我知道错了。上师，愚昧的，看我怎么教授你！走，快点离开我这儿！走，上师，走，别打了，走得远远的。上师，你别打了，上师，我知道错了。上师回来了，上师，你们别生气了，别生气，别上师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上师，您消消气，坐。谢谢上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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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告退了，谢谢上师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孩子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真的让人搞不懂。上师他自己曾说过，冒着生命危险从印度学回的这些大法，是希望利益众生的。就是一条狗来到他的面前，他都要给他讲法，还要给他做回向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单单对你不传法。不过，你可别因为这个生了邪念啊。上师大宝，大力做了那么多的修建，手脚都磨破了，长了疮，背上有3个大孔，脓血都流个不止。过去只听说过马、驴这些畜生背上磨烂了长疮，至于人身上磨烂生疮的事儿，我听都没听过，更别说亲眼见过了。这事儿啊，让别人听到或者是看见会出丑的。大力他那么可怜，现在就给他传法吧，不要再一个接一个的让他干活了，不要再让他受苦了。你不要多说了，碉楼修好了就传灌顶和教授，
他的背真的烂了吗？那么叫他上来，我看看。是。上师，大力，你背上的疮让我看看。啊？大力，你听着，我的上师纳若巴在自己的身体上也经受了12大苦刑、12小苦刑，不同的苦刑共24种。我也是不顾惜生命，不惜财富，拜纳若巴为师。和这些相比，你的这个真的不值一提。你如果一定要求法，就要加倍努力。来，用布料包扎好背上的创伤，继续干吧。马和驴都是这样的。谢谢上师。谢谢上师。天哪，我的这个弟子是个完全听从师父吩咐的难得的人呐。大力，哎，师母。大力，来，下来，快下来。哎，师母。我们来想个办法获得灌顶和教授。哦。师母啊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走。哎。上师在。师母，你让我走吧。马尔巴上师是绝对不会传给我法的。你听话，大力，你回来，千万不能走，你一定不能走。你听师母的话，我会请求上师给你传法的。你给我回来，回来！不会的。听话，你千万不能走。大妹们，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呢？哎，大力他原先是从那么远的地方到你面前求法的，却让他多次挨打受骂，他怕还没学到